正嘅行程啊！咁啊，香港嘅本土文化藝術粵劇正式係登陸日本啦，大阪嘅觀光局邀請，咁啊，所以呢，就係我哋香港嘅粵劇嘅光榮。我希望將香港嘅粵劇文化藝術咧，大家帶去日本，大家互相藝術交流。咁因為希望我哋所有嘅南方，我香港嘅南方粵劇啦，就廣東大戲咧，能夠喺日本嘅市場係有一個演出嘅平台嘅。咁啊，希望今次就有大師嘅力量啦，佢令到我哋又支持我哋啦。成團係幾百人嘅，連埋其他弟子啊、fans 啊，300幾人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幾盛事下咯。錯開蝶飛舞艷處天，彩花蓮密雲下煙，千秋夢裏花間亂，花開花為是情緣。この物語がすごく私たちに感動を与える、なんかすごく興味のある深いもので、と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。これ皆さんのこの演技がね、本当に上手です。そしてね、私も初めてですが、本当にやっぱり中国の文化、また日本の文化、お互いにこういうね交流し合って、やっぱり文化っていうのはね、やはり人の心をね、動かすもんですよ。だからね、やはり日中友好の、関係、私もその立場にいますから、こういう文化交流は大いにありましてね、お互いにその国を理解し合うという、そのことが私は非常に大事だ。だから今回のね、このオペラですか。非常之激動啦！即係啱啱喺日本完演出《蝶海情真》呢。最初我哋諗嘅時間嚟日本演呢，我哋諗下可唔可以擺好多啲譬如話武打啊、特技啊，或者觀眾會拍晒手掌嗰啲打關鬥啊嗰啲乜嘢。但係事後我哋諗過就係話，因為呢個戲本身唔係，呢個戲係純粹靠一個劇力戲劇同埋蓋明輝嘅演出、美英姐嘅演出，係用我哋嘅實力去贏取觀眾對呢套戲嘅尊敬。所以我哋冇將戲劇裏邊最攞分嘅嘢擺落呢個戲裏邊，包括咗啲打關鬥啊、無頭關鬥25個、30個啊，或者甚至一啲戲劇上面經常可以攞彩嘅嘢，我哋全部取消晒。我哋要乜嘢呢？我哋要蓋明輝嘅真正佢嘅唱腔同埋佢嘅功架。第二樣嘢就係我作為編劇呢，我係純粹以個劇力要贏取咗一個日本觀眾係對語言
係冇咁直接明白嘅，我哋盡情翻譯俾佢，但係當然裏邊翻譯咗好多漏洞。但係我希望用個戲嚟夠贏到日本觀眾對呢套戲嘅眼淚，我成功咗啦，因為我見到觀眾好多人係攞紙巾出嚟喊。咁當我哋套戲完咗嘅時候，佢哋都唔捨得走，我哋直情係叫佢幾次走，佢都唔走。我哋勝利咗啦。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係純粹用編劇嘅技術，用戲劇去感動到觀眾，而冇用到任何一啲嘅其他嘅技巧。我哋純粹以戲以情贏取日本觀眾對呢個藝術嘅肯定。咁所以喺呢度我亦恭喜蓋明輝小姐呢套戲演出完之後呢，佢一戲成名啦。大家喺戲劇界、文化界對佢一定栽實係有一個非常之重點嘅肯定嘅。只要我哋再嚟，日本觀眾只會對香港嘅粵劇係越嚟越喜歡，佢哋越嚟越支持香港嘅粵劇，係今次嘅演出行咗理想嘅第一步，亦係揭開咗歷史嘅第一步。